Hello， 大家好，多謝大家收聽1月天機斗數數據論樓市。到2026年啦，我哋回顧2025年整個年個整體情況，包括一手成交、二手成交同埋個樓價、樓市嘅升幅，再睇一睇仲有冇機會加息、減息，或者再展望嚟緊樓市情況會係點樣嘅。咁首先睇一睇美國嘅議息表現。咁啱啱12月嘅時候啦，大約12月11號、12號嘅時候咧，啱啱過去咧，咁美國再減息減咗1/4嚟嘅，但係香港咧已經冇跟隨㗎啦，冇跟隨㗎啦。咁下年美國議息1月、3月、4月、6月、7月、9月、10月、12月議息時間表就係咁樣。咁有埋啲日子喺度。咁美國加息嘅機會喺下年就都接近0㗎啦，我覺得冇乜可能加嘅。咁佢就算減息嘅話，未必再減多好多，未必會再減多好多。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況，而家香港嘅供樓利息係3.25%啦，即係如果用 P 按嘅話，咁希望同業拆息落翻少少啦。咁如果佢嘅減息裏邊下年可能減多，我當2至3次。如果真係最希望，如果香港跟多一次落翻3厘或者3厘樓下，對樓市升個機會就會大啲咯。咁但係如果利息維持喺而家呢個水平咧，就個樓市咧就算係升咧，未必升得多。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件事。但係個成交真係已經好翻好多咧，咁會唔會就係香港自己內部會有啲好嘅消息，令到嗰個樓市再升咧？呢度就係另一件事啦。我哋先講一手成交啦，咁去到10月19號，咁就一手成交咧就20,234宗，咁比2024年多咗19%，好誇張咯。咁但係其實當然啦，嘅唔止19%啦，因為呢個只係去到10月19號啫嘛。我睇到資料咧，今個月嘅12月嘅二手成交咧，應該個宗數都去到1200尾至1300宗左右嘅，咁即係末段都多咗幾百宗上去嘅嚇。第二個數字啦，呢個咧係乜嘢數字咧？就係私人住宅二手成交嘅數字啦。右手邊36,885就係2025，31,287就係2024。咁跟住咧中間嗰個咧就係2023、2022咁樣個情況就係咁。咁其實係即係大家睇得到咧，22跟住23就最低。24輕微反彈，25反彈成交宗數係反彈咗接近15%嘅。咁右手邊再由上到下咧就係港島區二手成交，右手邊就係8,549宗，九龍區就11,860。咁7173同埋9233咧，呢個係新界東同埋新界，我哋切開咗新界東嚟計啦，同埋新界西嚟計，兩邊分開嘅個情況就係咁。咁總數字36815都升咗成10幾個%㗎。咁所以呢一個數字頭先講咗，一手成交增加，二手成交都係增加。咁點解會增加？即係個市去到一個合適去覺得啲人買入嘅水平，佢咪會增加？呢個就係嗰件事啦。咁呢個咧係3年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嘅圖表。我成日講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好嘅地方咧，就佢唔會好似田土廳嗰啲拆嗰啲咧，嗰啲成交數據咧，佢會滯後咗個幾兩個月㗎。因為佢正式買賣合約上去，同埋佢本身正式田土廳個數字會有唔同。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係跟翻成交嗰刻個數字㗎，咁所以咧佢會近啲㗎。個數據上高咧就係話我哋2024年嘅最後一日就係139.25點。咁而家又係一個乜嘢嘅點數咧？即係起碼俾大家睇得到，佢係先3年裏邊都係一路都係跌，跟住之後向上升嘅嚇。咁呢個就係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嘅5年個樓市成交表啦，係佢按週計好啲嘅，唔係按月計嘅嚇。咁佢按週計嘅話咧，就2020年上到2021年嘅正式嘅高位開始咧，就係一路下滑。咁去到2022第一次嘅反彈之後，就一路跌到今年真正喺呢個2025嘅10月咧開始真係反彈，個情況就係咁樣㗎嚇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完全係見咗底。咁不過咧，如果嚟緊呢一年樓市點樣睇咧？第一樣嘢減息仲會唔會減多？第二樣嘢個股市會唔會就係心目中裏邊有機會上一次3萬點先再跌咧？咁唔知。如果真係股市會重上嘅，咁當然啦，股市行快樓市半年嘅，咁可能個股市上樓市會再帶起啦。咁但係如果現階段嘅息口水平咧，我自己咁計，如果美國減息，香港利息水平可以去到落到3厘樓下水平，下年可以升樓市升8至10%，我真係咁睇，1年之內嚇，因為
為其實咧我都講啦，由低位已經升咗5%㗎，今年8至10%唔算好多㗎咋嚇。咁但係如果美國已經唔再減息，香港已經唔會跟隨。而再加上咧，我哋叫做個同業拆息唔下降，而家繼續個平衡個走勢咧，我估計嚟緊呢年樓市咧最多都係升3至5%不等，唔會升得太多。即係話佢係橫行，但係起碼佢見咗底咯。咁唔會再有一啲大嘅恐怖事件令到呢件事樓市會大跌㗎啦。呢個就係嗰個情況。不過整體嚟講，即係最緊要就係嗰個利息走勢，我覺得同個股市走勢會影響香港樓市。見咗底係肯定㗎啦，但係如果譬如話想換樓嘅平買咪平買咯，真係想買樓嘅，我始終到而家都係嗰句啦，400萬樓下嘅樓可以迅速去持有，因為佢會反彈得最快嘅。咁如果喺我哋當呢個即係到800萬中間嘅，而家輕微反彈緊。咁如果你要上車嘅，你呢段時間咧喺2026年咧都應該要去做呢個決定。未來1年樓市大跌嘅機會，我覺得係零嘅啊。樓市升嘅話，究竟係升3至5%咧，定係8至10%咧，都要再睇過香港股市同埋睇嗰個美國嗰個影響利息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過去1年嘅收聽。咁啊，希望大家1年身體健康啦，揸樓嘅大家都可以啲樓升翻啦，亦都可以買到平樓啊！大家身體健康，大家好。